在当今的职场中，无论身处哪一个行业，几乎每个人都会面对无数的挑战。这些挑战并不仅仅来自工作本身的繁重或具体任务的难度，更多的是来自与他人互动的微妙关系与不可预测的变化。当我们尽力付出，却发现自己的努力未必会得到应有的回报时，这会让人感到无比沮丧。而有些人则发现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，似乎总是无法避免那些来自外部的批评或指责，这使得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处于不断的焦虑之中。其实，这种情况并非完全无解。很多时候，职场中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和智慧，能帮助人们在困难的环境中生存得更加轻松。在这些规则中，有一条尤其值得注意，那就是在工作中要学会装傻。这听起来似乎与我们传统的价值观相悖，但当我们仔细思考之后，会发现其中蕴藏的智慧能让我们在职场中更加自如地应对各种挑战。职场的现实常常告诉我们，没有人会记得你做对了什么，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，但事实上，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。无论你在工作中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完成了多少难度极高的任务，甚至帮助了多少同事，这些往往都不会被记住或者受到肯定。人们的目光总是集中在负面的方面，而不是正面的成果。当你做错了什么，哪怕是微小的错误，也会被迅速放大并被反复提起。错误总是能引起更多的关注，而成功和成就却经常被忽视。这种情况让人感到沮丧，因为即便你已经在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却总是难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和认可。而这就是为什么职场中有很多人选择保持低调，不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，甚至刻意减少与他人直接的互动。因为当你太过于引人注意，往往会让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，并且面对更多的非议。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在职场上，做错事的代价往往是高于做对事的回报。尤其是在工作中，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误，无论错误的大小，对你的职业生涯来说，可能带来的影响都是深远的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学会谨慎行事，尽量避免出错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的工作怀疑或者变得过于谨小慎微，而是要在工作中更加注意细节，避免犯下那些容易避免的错误。这样的态度不仅能保护自己免受批评，还能帮助我们在职场上更好的立足。然而，当你工作中的任务越来越多，尤其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事情往往会变得越来越复杂。有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被要求做一些并非自己擅长的工作，而这些工作往往会超出你的专业范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选择过于介入，无论是试图指导同事，还是过度关心自己不熟悉的领域，都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。有些时候，职场中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你去亲自处理。对于那些本来不属于你职责范畴的工作，最好的方式是保持距离，不插手，不过问，不给自己增加额外的压力。这样做不仅能让你保持足够的精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，还能避免引发与同事之间的误解或冲突。职场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，那就是能者多劳。这意味着，当你表现出色，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，其他人便会自然而然地将更多的责任交给你。这一点并不难理解，因为大家都会依赖那些表现出色的人，认为他们能够承担更多的任务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因此获得更多的报酬或者更多的认可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反而会让你的工作量不断增加，进一步加重你的负担。这就是所谓的鞭打快牛。当你在工作中表现得过于积极，便会不断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工作。这样的情况看似是对你能力的肯定，实则可能让你在工作上陷入困境，难以承担如此庞大的责任。另外，工作中如果你过于忙碌，处理了太多的事情，错误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。毕竟，当你处理的工作越多，分散的注意力也越多，错误也更容易发生。因此，我们在工作中应该保持冷静，合理分配精力和时间，避免自己陷入过度工作的困境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多听别人说，少让自己说这样的建议。当你过于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或言语时，往往会错过他人提供的重要信息。而适当的听取他人的意见，不仅能让你避免犯错，还能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团队的需求和方向。最后，无论在什么样的职场中，我们都要时刻保持对自己和工作的清晰认识。职场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，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打工者。当我们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和挑战时，我们便能够摆脱内心的焦虑，让自己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更加自如地生活下去。避免过多的内耗，减少不必要的争执，能让我们在职场中走得更远。